珠海、澳門2日1夜 Day 2，瞓到11點自然醒。check out 之後去附近菜肉餃食早餐，蒸餃同牛肉球真係正，其他包括湯就麻麻，個湯除咗薑味乜都飲唔出，勉強2.5分。食完喺拱北關口去澳門，坐發財巴直達上葡京，一場嚟到梗係要玩2手過下癮先啦。之後去隔離葡京人嘅咖啡街，超多澳門咖啡任揀，我飲咗3間，最中意米咖啡，入口超順滑，咖啡味好正，面頭個 cream 超加分。第2間-86度咖啡就正常 OK， 第3間葡撻咖啡最失望，咖啡偏苦，葡撻味完全冇。夜晚去官也街買手信同食人氣小食，晚餐我哋去咗依間餐廳食，本來想去第2間但冇位，裝修好有 feel， 葡國菜正常水準，我俾3分。澳門 Day 2圓滿結束，中意呢條片記得 like 同 follow 我啦，下次再同大家去更多地方 hea 住玩。拜。